要有效控制疫情，就要靠预防针。国民党的智库有召开时信座谈会，有学者是呼吁政府，即马咱国内出现较侪本土病例，就要赶紧要求咱国产的预防针厂商来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，来看咱家己研发的预防针敢有保护力。 民众想要注 AZ 疫苗，目前就是爱等。虽然总统蔡英文有讲到7月开始，国内会当供应国产疫苗，但是挂界这期无经过3期临床试验。国民党智库20举办记者会，其中引述发展组的调集人，但一名就用流行病专家何美香的主张，政府应该趁这波疫情，和国产疫苗厂商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。嘛有学者赞成看法，认为会当甲 AZ 疫苗参国产疫苗来做对照。我觉得白老鼠组就应该是政府应该要释出 AZ 疫苗，然后呢，这边的组呢是国产疫苗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人不管他random 抽到哪一组，他都有疫苗可以打。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叫做 head-to-head comparison， 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国产疫苗做第3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跟国际接轨。我们很希望就是说，医护人员呢，甚至呢高风险跟医护人员，甚至呢可以做一个抗体的快筛。如果现在有抗原的快筛也有了，抗体的快筛也有了，那么台湾的社区感染，如果假设已经一段时间了，譬如说1-2个月了，那么很多人身上说不定就已经有抗体了。金团村认为，过去疫苗无法度进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，是本土病例收少，即马拄好有这个条件，通互国产疫苗证明有保护力。另外，林应莲嘛讲，除了疫苗重要，嘛希望政府要对第一线医疗人员做抗体检验。因为过去只有中华卫生局参台北营总做过抗体检验，今年若做有抗体比例应该会升悬。医护人员无做抗体检测，阁无注疫苗是真恐怖的。呼吁政府应该2项拢爱赶紧来做。记者陈雅文、赵随台北报道。